香港點樣可以即係促進國際合作嘅交流呢？咁樣我係咁睇嘅，即係喺世界百年未見嘅變局之下呢，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呢一定要認清形勢，同埋鋭意進取多啲，要加緊去行動。我覺得即係行動係最實際嘅。咁就第一咧，我哋要把握新嘅機遇啦，要融入我哋嘅國家發展大局啦，所以一定要留意我哋嘅即係中央嘅政府工作報告啦。因為我哋香港咧，其實要洞察而家嘅新形勢嘅變化咧，去積極對接我哋而家國家嘅發展戰略啦。尤其是喺大灣區入邊咧，一定要發揮一個重要嘅作用。咁甚至乎咧，我哋要而家咧加緊咧要推動我哋大灣區內嘅規則嘅對接啦、機制嘅銜接，整體嗰個區域嘅競爭力咧，都一定要喺即係加以提升，而且要喺國際嘅舞台上面咧發揮嗰個應有嘅影響力咯。咁樣做其實唔單止係幫助我哋香港嘅自身發展，其實亦都幫緊我哋國家咧喺高水平對外開放當中咧係提供一個有力嘅支撐嘅。咁第二方面咧，我認為咧，其實我哋應該要拓展更多嘅國際嘅朋友圈啦，深化多邊嘅合作啦。因為香港本身有呢一個嘅優勢啦，咁所以喺拓展國際嘅合作空間度咧，係特別係中東啊、東盟啊、一帶一路呢啲嘅完善國家同地區咧，其實香港係可以積極去發揮超級聯繫人嘅一個角色，去促進各國之間嘅一啲貿易往來、投資合作啊，同埋一啲嘅人民交流咁樣。其實呢一種嘅互利共贏嘅發展局面咧，係香港係可以即係主動去把握多啲嘅。咁第三咧就係我覺得即係一定要主動出擊，比以往更加主動，而且要提升我哋嘅國際影響力。因為咧其實我哋要積極去參與呢個國際事務啦，發揮喺嗰個即係國際嘅金融、貿易、航運呢啲領域我哋嘅專業嘅優勢，同埋積極要參與各國嘅一啲組織會議啦，去爭取一啲國際組織喺香港設辦事處，去深化國際之間嘅一啲交流同埋合作。我覺得呢幾樣嘢咧係比較急切，我覺得可以係推動多啲嘅。